时候，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动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动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动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唱这首歌。你是
心很热。你们相信神他很爱你们吗？阿妹吗？真的，神是又生又活的父神。那即便我们的生活有很多苦难，主耶稣他始终就是这么的爱我们，那他都没有离弃过你和我。那这时候我们用欢欣喜乐的心迎接主诞生。那今天我们也要用欢欣喜乐的心跟主耶稣说：“我爱你。”大声开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我感谢。主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当小童就在他的权柄之下。主啊，你的宝座就在这里，胜利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荣耀。
景，永代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歌颂那归。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在这里里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在这里里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万感献祭，永代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歌颂那归，直到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永代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歌颂那归，直到神主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阿门，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我们要将一切的尊贵、爱荣耀都要归给我们的神。谢谢耶稣，因为耶稣的降卑，神就将他设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和在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我不屈膝，我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都要归于父神。他的名是配的，我们称颂和赞美的。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是奉父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非常清楚。去了啦，怎么可能还没有打开？刚才的敬拜赞美，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来唱天啊，天使高声唱。是贴，等一下，不要用擦手。我
爱又全能的阿爸父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也是待降的主日。主啊，我们等候你，迎接你，纪念你的降生，更是期待主你再度的来临。主啊，你的爱惜引导我们，不止在樟树教会，所有认识主耶稣的全体都要颂赞归荣耀给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爱你，求你设立宝座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主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更新我们的意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你对我们说话。求主高摩我们的刘牧师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灵里面最可慕的粮食。主啊，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无论是苦是难，是忧是悲，或是喜乐。主啊，求你都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当中，仍然有处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因着疾病不能同来敬拜，求主纪念在病榻中的呼求，求主垂听怜悯悲伤人的呼求，医治他们，赏赐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赐平安和安慰的灵，跟随主永不后退。赞美耶稣！今天的敬拜，从开始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一切荣耀都归给我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把所有的祷告过时，我们用母语的来念哈。把所有的祷告都把我记在好吗？我撒哈拉多卡拉亚纳多斯拉阿卡巴，把所有的祷告都把一切耶稣都撒安。我的安好啊，我开你满发来安我，撒卡奇我要为你撒卡玛利亚，一定要有基督有那个我来。
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然和决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然和决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献诗跟敬拜。接下来我们攻读圣经的话语。今天的经节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4节。这个圣经节里面都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经常在使用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14节，马太福音第3之方3西瓦318这些我先用国语念。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用母语再念一次。马太福音第3章
方。Saka siwa abusir tangasa sapaw sepat suasa ini ura saka hanan ko bi turun namo wama niam I kakarayanay nanay mapahama ko nika famcar no ngangan iso nanay talahkaran ko bi kuwan iso ta matia o nika lahci no nafalucuan iso I kakarayan ko nika lahci no ta nafalucuan iso itini ilan no pafliin kami to no anini ay saka urit niam hapelang ko raraw miam matia o mi pihpon niam to mi satati ihay tamianan Keritan kami to saka tsaaw ka sawi niya. Pauripan kami parehas na itati ihay. Now hani umikuanay, uci itzlay, uci pilay so ami kaos amen han. Ano hapulan na mo ko raraw no ni satati ihay tamuanan I hapulan no wamana mo I kakarayan ko raraw na mo. Tangasay ini. 牧师的主题，谁等待谁？今嘛古就达达拉米嘛，今嘛古达达拉努米索。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平安。今天早上是第3代降节主日点刚已经请当中的姐妹跟她的家人来点燃第3根蜡烛，要喜乐。刚刚也读了今天早上的经文分享的信息。谢谢上帝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跟最坏的示范。抱歉兄弟没有及时把那个更正的经文交给你们干事，所以今天早上的经文跟原来的。在那个行事历上面的经文要有一些的调动，不过他仍然在马太福音。好消息是仍然在马太福音，不过他只是跳到第9章而已。请各位饶恕兄弟这样的一个疏忽。就如刚才主导文所说的，当我们饶恕谁的过分的时候，天父上帝也是这样饶恕我们。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只能这样说。上帝。Sa kanya po lo kami sulimasin di sang ikitanan sang ikaritan sikaya kita nanti Allah coba koi bukan ku patlatsai sa kanya po saya kita ayaw pasipan aku 干事 meminta mempalai punya anda tapakan sebagai sang ikitanan ditilitin matai sa kasiwa sebang 5 tangsa 5 follow 因为手背上有圣经，它在今早上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节。时间的缘故待会儿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宣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经文哈达拉尼达萨利马布隆，弗拉尼达米亚弗拉搞不在里 ，yes。耶稣带来引导所以在开始以前再次来求神帮助我们就跟我们边上姐妹弟兄再次看着他的眼睛，就握着他的手说，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主耶稣的降临。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主耶稣的降临。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主耶稣的降临。如果是他的手说，看他的眼睛说，他们一起等候主耶稣的降临，就在这个待降节期。现在姐妹弟兄没有错这个节期叫做待降节让我们都用喜乐的心来预备等候耶稣的来到。因为姐妹弟兄不太清楚，每一年我们都会，只要我们在教会生活，只要是我们有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从小到大，我们几乎都会在做这件事情的，做过圣诞节，对不对？
然后有个代降节，有4个主日的代降节节期。当我们说要去纪念的时候，清楚各位在等候、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纪念什么？纪念本身它代表什么呢？我们hati-hati bikingan kita saling makulong, yumitala kita tu sa tamda hoy anu pakai yumita cilin era di siapa malah tiba kita siau dia hoy masama ya haratum da saling makulong yumitala kita tu ramu tu kita hoy atau mi kanting mi so chin so mi kanting 真好，那这个haratum yumita dia 不知道那个正发会长。您还有跟我们的刘玉妹长老在约会吗？是每天去巴拉约会，对不对？或是在座的政治，请问你还有跟你的妻子在过结婚纪念日的吗？没有，可能刚结婚的头2年有。所以，姊妹弟兄，当我们再去过纪念，当我们在等候去纪念的时候，这个纪念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忌日没有问题，好。我们刚求华长老的忌日，接下来是黄教华长老的，我们要纪念，以结婚周年、结婚日为例好了，这个是有对象的，纪念。是有对象，结婚日的纪念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每年都不变，应该是吧？有改变的吗？哦，是，可能不在。纪念对象没有改变，可是也许庆祝的方式会不一样。可能今年在101，去年在101是吗？峰哥，还是今天搞个花东新日的101？可是纪念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庆祝的方式每一年都不同，可能买个什么东西，好，可能去吃个什么东西，可能去玩什么。可是有意思的是。对象没变，可是庆祝的方式随着年龄的见证会有不同。但是各位，这件事情会每年一直重复，是吗？好像我们过生日，所以都那个我们教会有2个周印，高周印哥，要问林慧，请问周印哥的生日在什么时候？可能忘记了，各位先生太太的那个身份证生日要把它背下去，要背下来。如果各位问我，好，我可以背我家里的，好，1970年6月8号，所谓的民国59年6月8号，身份证叫 J221784887，这是 O 型，好，背下来。每一年在过的时候特别有意义。这件事情一直在重复，要干。就像我们每年过圣诞节一样，我们都会在重复。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每年都在重复做这件事情，纪念，而且有等候。因为纪念其实它有反复提醒的功能。我们今天你们saling makulong, Israel kita mengharapkan saling kakak. Saya ajut saya, hai uyan arumi ahad, obi kau bukan你 yes itu 好。当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要先摒除其他的那个所谓的教派的那个不同的解释。我们是以长老会、基督教长老会为目的，请不要跟我讨论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请不要跟我讨论那个摩门教。请不要跟我讨论其他的教派。长老教会，它每一年都会过圣诞节，它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反复提醒的一个功能。
就好像我们的纪念日一样，我们的生日一样，我们家人的忌日一样，那是一个提醒。我知道巴比巴拉里给他说那个你来纪念日很难来。Masih ni ayo ni atam do ya ho. Wataku ulahnya itakwanan, wataku sidaknya itakwanan, wataku ruranya itakwanan. Misalnya kami harapkan saya kamu belum,那纪念日很难来。它是一个反复被提醒的一个时刻。我们过圣诞节、代降节也是如此。我们很高兴，在每一年在过这个节气，可是我们很少去从纪念的意义去思考这件事情。特别在等待的时刻，最佳的目的，谢谢刚才带经脉赞美的谢阳长老，最后的那个导师的中间那一段特别深刻。我们过圣诞节是为了要去纪念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救赎。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他过去3年半的时间，在2000年前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盼望我们去用那个悔改、反省的信心，是不是符合福音生活的要求？就在这个节气里头。但是每一次我们在过代战节气、点燃蜡烛的时候，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刚才早上已经谢谢菲蓉姐妹他们的家人点燃第3根的蜡烛。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耶稣的再临？有2个目的，一方面是耶稣去纪念耶稣曾经在2000年前临到这个世上，另外一方面是等待耶稣第2次再来。Ano awai ko ni atusya patuskan ukiyo kay hawak sa likang magpuling hawi. Melezat mo po tayo sa likang ka, patalit mo ni ako kang hawi mapuan to kita. Rurais kumatayala ukiyo kay, rurais parang lumak kami puso to lumak lumita. Awa sa to hawi, awa to sa likang kaya imangyangya apalot sa lumita. Ano mo pala sa wag niya tusa ano na mikini rumah sa mikini ci yesan ayon tusa apatikan na saan hawi tani do sira palabas kita sa likaka betul suara di Yohanes sa kasal cefang suara saan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之后，就充满了爱的真理，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看见他的荣耀，就好像父的荣耀一样。Sa tusa hawi bitala sa kita sa 50 sa katusa sa tayo ni Yes sa likaka ulian bitalaan hana rumi'at。所以现在姐妹弟兄，做一个基督徒，教会一直在做一件事情，2000年来一直在等待耶稣基督第2次降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每一年在重复，已经等了2000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人类的历史，人类这么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地方性的，在做这件事情，等待耶稣的再临。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教派在做这件事情。刚刚上马丁尼斯看到，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等待。虽然最近兄弟说到一些从美国美国的朋友，我是甚至台湾的朋友，一直在传那个从美国来的那些代祷先知的这些他们所看到的意象，说末日就要到了，等候吧。但如果各位有兴趣，当然用英文各位可能要稍微努力的去读一下。告诉我们说，这些代祷先知告诉我们说，耶稣就要来，已经近了。而且继续等候，继续要等，所以我们继续等下去，我们这么热切的等待，而且我们也耐心的等候。这个原因，就是因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爱的里头的等待，
等待耶稣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在每一次、每一年，在诞降节期结束之后，当耶稣基督我们统一那个叫做圣诞节的时候，有一天的到来，我们是在等候耶稣他自己。我们到底要等谁呢？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让我们自己更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不咯，有没有达拉给他记耶稣的好意？伊拉给平常那要放到走好，那我们在明日个多哦，平常安尼 yes。我早个我早个记耶稣，伊拉给那要哈等的好放到走，你看。不清楚各位，每一次在诞降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提醒我们自己说，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都要预备，而不是只是应付了事而已。别人在过，我们也在过。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次在等待的时刻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意义就非常的清楚。我们过这样的节期才会来得有果效。耶稣会期待我们教会做什么呢？在等待的时刻，我们要回答了安利耶查克有盖安呢？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每一年，这些年来，在诞降节期的时候，耶稣他会期待教会要做什么？就像假设今天是某某人的生日好了，家人自己特别会期待说，我们的家人一定会记得吧？可能姐妹就跑去 settle 这样子，可能弟兄就穿了一套很真实的服装，我们就等待那一刻，我们的家人为我们预备那个非常奇妙的时光，叫做那个叫做烛光晚餐。假设姐妹都已经跑去美容院把装扮这个非常漂漂亮亮，假设先生也去买了一条还不错的领带。就在那个烛光晚餐当中，我们很期待人家看到我，谁知道对面那个人就一直猛吃饭，连看我一眼都不想看。我们认为这样的期待是好的期待吗？可能就把那个碗就放下就离开了，搞什么嘛？我花了一整天，原本是要期待你来赞美我，原本期待是要共同来去过这个非常好的奇妙的时光，却来一生的埋怨。今天希望耶稣会期待我们做什么？如果我手边上有圣经，请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6节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今天这个希望这方的马太tuluk buat kelima tanasa tuluk buat enam sampai kakak. Nanu ya kakak dan yes ko tata angai atau mamangai nyaro makmim pasipana singra I kasa opoan aluma patengah tunga yai aratoh upakaini ai pikuan no kawas padahal ningra ko masama nai adata atau masa mama nai lasaan no tam tau neneng saci yes atau finalan sa adai aisa singra nahani maarau sangra marau sangra matia malaflai siri do awak ko pakai nai saat。请问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耶稣好像在提醒我们要去关怀那个比较弱势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
也是好像是要提醒我们那个关怀那个比较有需要，要去关心比较有需要的人。所以说以后所有的这些habilan们那asyik bisa turun ke 5 tahun turun ke 6 atau 10 misalkan siwa atau rumah太好耶。Matiaw pasipan na ay papipalay kata na sa kananay kaputan ngataan kuya para rumay mga ayay alasaay basta mamanay orip at tamtaw saan 35到36节，似乎耶稣似乎要提醒我们去关怀这个比较弱势的人。当然，原住民已经很弱势了，可是这个社会上比原住民阿美族还要更弱势的族群。可是有意思的是，现在几位弟兄，当教会越来越世俗化，当教会越来越消费主义的时候，在这个结局里面，我们过圣诞节，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社会是告诉我们说，圣诞节现在已经不是等候耶稣了，圣诞节是等候谁？Sementara kita serahkan, 有圣诞老公公，一定要还要把西班牙去过圣诞。Supaya aku saya akusta ta'a kan saan saka dia ta'a kai akusta. Omimaan. Uya piai udah dia hawe. Ira kumi pakani di yen chong ami chumut pada isa singar ami chumut. Tadi hanya aku asa paka olah kisona. Saan al adafa afa rumah sakit soai. Nana hasil dia akusta matumusan saan. Dupasipana cokoseng dia kamang pakam. Ayo. Sulit hal, lah sekarang mak sekian kalau cok saling kakak, minta tu cak mana ayah ama futia, minta hal tu ay, dan sok dah pakai cak kata lah, dan sekarang mata. 姐妹弟兄，现在的社会已经变，圣诞节已经变非常商业化了。我们走到街上，到处都是，也变得非常世俗化了。 我们的社会在引导我们，圣诞节就要等待圣诞老公公才对。好像我们的教会也营造这个气氛，我们会去我们今年没有，也许我们去到这个我们大三光社区去游行的时候，我们发那个我们会有人会穿着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就背着一个大包包，里面很多的糖果，就发给那个经过的人们，经过的孩童。 小朋友看到圣诞老公高兴的要命，因为就有礼物了。小朋友非常高兴等待，因为很多礼物在给我们放在那个袜子里头。而社会是他提醒我们，圣诞节就要吃大餐，我们拼了命的就把钱存起来，有个预算就可以请家人来吃一顿好吃的。 姐妹弟兄，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教会，在这个1个月的待降节期里头，从12月份的第1个主日，一直到23号，我们的教会告诉这个社会，我们的教会告诉这个社区，我们所预备、所等待的是什么？ Umang pasipanaan ko galing sa mga kulog ni Nyarok numita sangwan sa sinumita. Umang pasipanaan mga hatalaan numita pasipanaan sa ranan umang mutalaan numita. 会不会教会在这些年来所等待的，也跟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呢？你就等候了1年1次教会，好不容易愿意花大钱请各位吃一些好吃的饭。 你的爱宴，我们去等候教会的团契，这每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让我们可以娱乐我们，因为团契都会设计一些很好玩、很好笑的节目。只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教会告诉社会，告诉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预备是这样子。
还是住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在那一天，不管啦，只要你是基督徒，1年只有这么一天出现也没有问题。我们就想一直邀请我们的家人，邀请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最好塞爆樟树教会。我们教会可以坐满180到220个，没有问题。是不是等候樟树教会大爆满？还是在这个节气里面，我们是期待更多神给我的祝福呢？还是我们在这个节气里头，现在会不会教导我说，我们越是奉献，我们越是去投入，财富会越多呢？兄弟姐妹，当这个节期教会一直在宣讲那个成功神学，一直讲那个卓越，一直讲幸福，讲财富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也许教会就跟社会所期待的一样，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个话说得非常严重，亲爱的姐妹弟兄，这是谁个等于你们不说了什么？可能你两个人还等啥个？起码不打了，弄没打。姐妹弟兄，当教会把代降节或是圣诞节当作是等待圣诞节的活动的预备的跳板，或者说平台，事实上，老实说，我每年代降节所做的这些的努力，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是吗？当教会把代降节当作等待圣诞节前的预备，事实上也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你看我们那个规划的内容，就是如此。事实上，今年真的有点难过。我们教会所准备的内容，真的就是如此。在代降节期里面，我们所预备的内容，都跟圣诞节庆祝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子，我们只是把那个等待多年的事情重新把它搬过来，我们只是等待那个已经发生的事件。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来到了，没有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教会到底要做什么？已经发生了，有什么好等待的？教会已经发生，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可能还没过，有什么好等待的？每年你都会过啊，有什么好等待的？不就是像过我们任何很平常的一些纪念日一样吗？我们会纪念在我们生日那天，我们会反省什么吗？好像很少。我们会特别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会特别感谢我们的父亲，我们会感谢我们的朋友，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送礼物给我们。我们不会感谢我们的父母亲说谢谢你拉拔我这么大，将来我也会有这样的爱回馈给你。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就像过生日一样而已，在过这个节气。而真的，我们要去教会，要去等待的，耶稣期待我们的事，或是耶稣提醒我们的事，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件事情，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去好好的检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要怎么样去迎接基督的再来？着重在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50 Turun saan kita Yesan biasa lihat di Puskesmas sana Hawi. Saya ulang-ulang ku malah cian kita saya saling 50开始想要放弃的时候，没想到在第17天的时候，就从那个地700公尺里面，兄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他们就传递一张纸条到那个可以看到微光的那个洞口，他们都还活着，他们渴望活着，他们渴望他的再回到他们的亲人的身旁，还有彼此互相的打气。这把神60不杀不拉这个搞嘛，干那个哈基亚是个狗，在地底下。我们当中也有萨利瓦耶40天的，你看到？萨利瓦kita hawi arwah kita mahal. Dulu saat itu, mau real kita, mau real kita, Pak Arawan dia bertanggung jawab. Pak Arawan minta ku rumah, para rumah minta. Pak Arawan minta ku wizang minta, Pak Arawan minta capot minta. Saya kata Allah kita saling kata, nikah lira, nak no serap 700公尺, saya kata serap, umur kata dengan rahasia. Awal ku kesalahan, awal itu hanan, umur kata dengan rahasia. Saya kata Allah, 17天的时候就张纸被递出来。救援的人非常的高兴跟欢呼，其中那个报道，如果我们有机会就上网去看，就以前那个母亲说，我好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假设是60岁，我这个年纪，好像我还要再去生第8个孩子，等候这个孩子出来一样。有个母亲就说，他们在等候区，他们就把变成那个有一个标语说希望无定。希望的余地，又翻译成 "faith of hope"。在一个希望的营地里等待、等候这个绝望的这些的生存者，你知道那个心多煎熬吗？多煎熬！去问贵民只是处理在现场吗？不需要等候你的。弟兄的时候，那个等候比那个还要好几倍。他们都经历很多的苦难，在那个当下。可是最后有意思的是，居然都被救出来，33个人全部出来。69天之后，兄弟兄，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要去想，耶稣等待基督的行动是什么？我们对耶稣的再临这个等待跟期盼，有像被埋在地底下这些矿工等待获救那么的迫切吗？耶稣的降临是带来救恩，我们都同意这句话。我们是真的迫切希望耶稣的救恩吗？亚轩，你真的迫切希望耶稣的救恩吗？可能你的救恩就是在这赛跑上面得第1名。快乐妈妈，你的救恩是什么？你去赚大钱，过好日子。耶稣的降临，各位，当我们都同意耶稣是带来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迫切耶稣的救恩。
节气里头，我们重新去回想马太福音里面说的话。耶稣期待基督徒的行动是从大使命开始，就是让人能认识耶稣。耶稣期待基督徒让人的心思意念都受到上帝的掌管。因为可以照主耶稣的教导说，彼此相爱，互相饶恕，就能彼此和解，在上帝的面前恢复前面一些关系。各位知道吗？诞降节进入到圣诞节期，这个期间也是一个彼此复合、彼此和解的时刻。耶稣是期待我们做这件事情。原本是要从主导我们去切入这个主题，发现太庞大了，讲不完。耶稣期待我们，也许各位觉得老生常谈，牧师你讲的都一样，就是彼此相爱、互相饶恕，那有什么难？我要请问各位，结婚的已经结婚了，或是已经，也许是从这个婚姻的这个路上失去另外一半。我要请问各位，兄弟要请问各位，我们都活出那个叫十字真言，容不容易吗？什么叫十字真言？你说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提醒结婚的新人，因为小人不在乎。小林结婚订婚的时候，我也同样讲的这句话，十字真言。容易吗？不容易做到。请，谢谢，对不起，您辛苦了，10个字。请，谢谢，对不起，您辛苦了。这10个字很容易写，只有10个字，可是很难做到。每一天，你们常常把这些话记下来。你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就不记下，我们就不记住它。这个节气，现在几位弟兄，其实耶稣要提醒我们要彼此和解，在上帝面前要跟我们的姐妹弟兄的关系真的要恢复过来。我在这个节气里头，就是这么反复。具体来说，我在主耶稣的这个期间，你跟我都可以去关心、关爱生命的亲人，朋友、邻舍、同事、环境、动物等等，都可以。甚至我们可以很积极的用金钱去帮助支持了更需要的机构的团体。我们知道弱势的团体。我们试试看。我们会在每一年的诞降节进入到圣诞节期中，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不是只等着要给，要拿，不是，而是能给出去。也就是帮助别人有个欢喜等待的心起来，等待耶稣的再来。就是帮助我们不是一昧的，我们不是一昧的去等待圣诞节而已，而是要再一次去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信仰有没有帮助我们用预备好的心去欢喜等待耶稣的再来。再次强调各位，不要再跟我们的孩子讲说我们在等待圣诞老人，不要再跟我们的孩子讲出去准备袜子。不要再跟我们的孩子讲说圣诞节会有多好玩。圣诞节其实是一个再次要被提醒的节日。如果过去我们没有被提醒过，求神帮助你，我们就从今天开始预备这个心。
就帮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名不符实的基督徒，不再只是一个节期的基督徒，不再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不再只是一个等待的基督徒。如果是可以，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些更积极的一个态度。其中一个很积极的做法是，我们用耶稣再来的这个事情，等待我们今天的代降节。那过去首先到圣诞节一个新的一个意义，你认真在这个节气里头去反省，我们认真在这个节气里面去认罪、去悔改，等候于自己的报。如此这么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帮助我们再一次来为这个事情打广告。明年是樟树教会的50周年，身边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在30周年的樟树教会的时刻，大部分的人都在经历过樟树教会的30周年的时刻。这也就是樟树教会50周年。兄弟很不客气的讲，过去有同工跟兄弟讲说啊，还早啦。请不要跟兄弟讲说还早，马上就过去。我们原本教会要预备过40年，可是我们都说还早。不止好几回有同工跟兄弟建议我还早。这是一晃就过去了，这个不知道50岁的时候，我什么安排定力？比他还干，比他50岁你干，好吧，不生干他。我真的求神，兄弟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这个弟兄，我们用我们自己去办理我们终身大事这个态度，我们把这个50周年好好的用心规划跟安排。而不是把掉你的那个看，咱一上那个看，给他们咯。Mako agba handa ami ayah hai malah cin meta saja malah cin saling kakak bisa usul kita mihapina kita ami kui hua mihalaka kita saling kakak 真的，如果不是用自己的终身大事来去规划，我们就是只是一个消费者，我们就是一个观望者，我们就是一个观众而已。如果我们用一个有自己的终身大事去规划的时候，在神面前不仅是荣耀上帝。当我们再回头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各位，在那个樟树教会的那个叫做特刊，就记上一笔。还不是如此的，每次想的时候，兄弟觉得很兴奋。不仅我的名字都被纪念在这个特刊手册或者 CD 里头、光碟里头。更兴奋的是什么？各位知道吗？可能你知道吗？更被期待的是什么？知道吗？我去好好想一想。各位只是知道吗？一直是知道吗？幸运执事你知道吗？联欢会长你知道吗？更期待的是什么？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兄弟就很兴奋，我们的名字都会被记在那个生命册上面，被记录起来，天上的生命册，多么荣耀的事情！
非常荣耀。我们曾经在这个历史50年的历史，50周年历史里面，被上帝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面，而不是被涂销。多么荣耀的事情！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到明年，我们开始规划，要帮助我们。再次强调，大家节不是等待那个已经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大家节绝对不是等待那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大家节是期盼新的、充满盼望的一个未来，而且是要用欢乐的心、欢喜的心去等待耶稣的降临。过的节期才会有意义。虽然没有错，虽然我们还是大家节还是以圣诞节的领导来做解释，这是不争的事实，各位。所以那个叫什么？虽然大家节是以圣诞节的领导来做结束，这是一件事实。可是因着对代降节重新的认识，然后每年在过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纪念那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婴孩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历史的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充满了恩典跟真理。我们要期盼的是那个复活的基督，再来的基督，而不是只纪念那个历史的耶稣，而是真实去纪念那个期盼那个复活的基督的再来。现在回顾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重新跟上帝、跟耶稣基督立下了更新的契约。请弟兄，这是借着代价的第3主日，用喜乐的心点燃之后，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当你用欢喜的心去等待耶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代降节等待的精神。在彼此等待的时候，对象就是心，虽然不变，可是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谈谈，都是安，不是，不是。我还就是那个。kalau hati pinun tidak, kalau hati kalau cok, kalau hati pinangan kita, sekuyana itu, saya itu， 就是帮助师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等待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纪念这位耶稣到来，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去纪念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2首、35首，我们一起对他祷告。不要忘记这个节期是喜乐，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音乐也要快一点，不是太拖拍。现在我们来参与大本圣诗35首，天使出报圣诞佳音。今天自动起来呢，太冷了。请问中文的吗？天使出报圣诞佳音，献上夜晚的仆人，深夜不见那鲜花明。
有你把哈法从那米达拉东亚基啊，给了解也想带你，今天姐妹弟兄，通过这首以色列的诗歌，欢喜欢喜，好，这是用一颗欢喜的心、喜悦的心去等待，因为我们已经愿意在神面前有预备的心，因为我们已经愿意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反省的心。因为我们愿意用热切的、迫切的、期盼的心，等候这位救主的再来，这个态度，来去等待这个圣婴喊耶稣。我们的整个对代阳节的认识也会不再一样，是一个充满了崭新的，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盼望的一个节气。就拿来是另外波隆给他把你把开要说啊，米达拉你可在你搞不成耶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开声祷，我们波隆要帮他们对我们多一点，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进来。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座前来感谢你，主，因为你第一次来带给我们福音、拯救跟数不尽的恩典，主让我们的先辈们，让他们可以称为义，甚至我们自己可以在光明当中跟着你的脚中来走。主耶稣，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有警醒的心，在你第二次来的时候，能以平安的心等待你的降临。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还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就是那些让弱势的人，就是那些饥饿的人有饼吃，让那些口渴的人有水喝，主，让那些受寒的人有衣服穿，主，让那些出外的人有地方可以住。主，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平安带给周遭的人，让你可以成为无可指责的仆人，也帮助每位姐妹弟兄。当姐妹弟兄在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帮助姐妹弟兄，让你的恩典随着我们一生一世。因为上帝，我们还要感谢你，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节期再一次有机会来思想的话，所以我们要谢谢你，按着你的应许，让耶稣基督降生。主，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他为我们复活，他也为我们升天，为我们预备上帝的家，并且应许要再来接我们，并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现在主上帝，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候的盼望当中，领受你的话语，并且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跟捷径。主，求上帝你继续呼召我们，求上帝你继续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慢慢学习主这些我们的先人，好像就是我们的我们曾在我们中间这些姐妹弟兄，学习他们的样式，学习他们仆人的样式，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姐妹弟兄的身上，也盼望每一次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勇往直前来做你为我们期待做更大的心事，就在这个节期当中来荣耀你，来等候你，将一切重要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哥们儿，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施会长。这时候我们来奉献。
谢亚利拉多感恩给你的爱要的牧师，妈妈今天透过牧师，妈妈今天是喜乐，妈妈我感谢感恩，妈妈我还给你爱不帮助人家妈妈我很喜乐，妈妈我们我是感恩给你的什么，妈妈要我的牧师感恩妈妈我或者一定的多的，你阿弟我妈妈那我看的，妈妈我把他kami tu kau pun sama Yesus. Halan kami dia kami hofot mama sa感谢妈妈。mama ako tinito ko bikin ko ang manay asal kaka na mago chisyoki ko patsakatay mabaw na nagkuratso mama chisyoki nanay tinito mabaw ko patsakat mago ko at kuking ko ang manay nanay marayak to lumiso nanay mapakada matumiso ko king ang manay kasi anak ko pa kanina ko nga lumiso Yes Kristo ko kulot. Amen. 你报告个过度，其他大家没就该，你打个周报。下一周12月24日的绝对侍奉，下一周的礼拜是和堂哈。在9点半到12点，讲道者刘阿春牧师、司礼者张美花长老、知县林清朗这名妹子士，招待松年团契、敬拜赞美叶丽敏、诗琴、以林干事、投影片严婉婷姐妹、音控刘乾坤弟兄。插花教会，还有各团契的献诗。那往下看，各团契的聚会内容跟预告。以预备到圣诞节，所以我们的周间的礼拜都暂停哈。我们看看松年12月份的也是预备圣诞节的活动，弟兄也是预备圣诞节的活动，妇女团契仍然是预备圣诞节的活动，约利舞团契也是，希望你们在预备圣诞节将来临的各样的活动，谢谢你们尽心尽力来做这样子的侍奉跟练习。那本周的聚会内容，12月的家庭礼拜都暂时暂停了哈。我们祈祷会那一天刚好就是我们的报佳音一个活动。我们看我们的奉献报告。和堂上周的奉献，和堂7800元，11奉献12人，27200元，感恩奉献11人10000元，建堂奉献6人5500元，生日奉献1人1000元，岁月奉献33人30511元，11修缮奉献1人2000元，其他奉献1人2106元。12月3号建堂奉献10人5610元，合计一组莫拉蒂达一提91726元。能很多外公马库山还是不对比。登记呢，只是等你还都那么你把说话好更正。那么还都没打教会消息和报告，欢迎族内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敬拜。我们也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家庭的新的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大家好，法罗海带你萨利卡卡米达。好，我们在组里面都是新的好朋友，好吗？我们感谢上帝。
前面的是陌生的脸孔哈，我们来欢迎你。介绍一下哈。好，没关系，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在参观，来台北看小孩。张13的老婆，谢谢。来，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哈。好，是黄文英的阿姨。哦，来好。好，我们还有新的朋友。我是我们希望的妹妹，我来过好几次啦。欢迎你，欢迎你。好，没关系，下一周的时候，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好，我们看第一点，好，今日的合堂，谢谢弟兄姐妹预备好心。另外，我们本年度的岁月奉献袋放置在那个招待处那边哈，招待桌上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在那边索取哈，谢谢。愿神祝福今年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第二，联合诗班，请以主日会后留步，将练习圣诞节的诗歌。第二，下周五12月22号为平安夜烛光礼拜，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前来参与。主日为12月24圣诞节感恩礼拜，也是合堂，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迎接我们的圣诞节，耶稣的诞生。12月2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是平安夜。12月23号星期六各团契的12月24号9点30到15点是我们的圣诞节节庆的感恩礼拜跟活动哈。第三，总务报告，最近因为今日下雨，工程人员后马路米达丁还要接替米达号还在施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小心踩在上面要注意一下哈。门外的楼梯还没有完工，所以请姐妹弟兄改走无障碍的斜坡。有需要的请协助那不方便的弟兄姐妹，也请代祷让这个工程天气好一点，就可以顺利的来给它完工。第四点，联合诗班12月21日晚上，星期四晚上8点，练唱平安夜及圣诞节的诗歌。这里也有办公室的报告，请各团契会长尽快召开同工会议，以2018到2019的主题“拥抱新星星”为主轴的，筹划明年度的施工计划及预算，并于明年1月10号星期三以前交给我们的干事来会诊。12月份因预备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周间聚会都暂停。我们看肢体消息，周三12月20号晚上8点，
将前往长庚医院为黄清克弟兄报佳音。愿神祝福他的身体早日康复，并请兄弟姐妹代祷。第二，外出求学的青年，为外出求学的青年代祷，愿主保守看守他们在外的信仰、学业与生活。第三，为牧师、长子、同工及教会所有的事工来祷告，愿所有的事工都能荣选一人。第四，为本会2017年圣诞节期庆典及各项的筹备事工代祷。第五，请为我们有同学起来站立。Nana marari aray tamonan ko sa palaman utapang ayat Kristo at ulah pagkawas atau kapudufang sa ating mga ibating sa piazza ni Yesu， 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圣灵感动的参与，愿意用喜乐的心去等候耶稣再来的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跟下礼拜三我们教会有同样单位报声音来的，第一个是那个美萍的妹妹汪慧茹，汪慧茹邀请教会到他们的殿中报佳音，在哪里的？张氏一路31巷1号是吗？31号1楼错了，接近那个英俊那个地方遇到了时间在礼拜二晚上，在杜莎礼拜8点钟前，我就从这边出发，来到那个张氏一路31号1楼的地方，为汪慧茹姐妹到他们家做一个祝福跟报佳音。基本上给大家这里刚刚因为他每一次来都直接登高，在我们中间了吗？可不可以请他来，在后面那边把辛苦的阿弥等等，我让阿该伊娜。汪慧茹是汪美萍的妹妹，是那个曹忠义兄的姨子。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去女府上报佳音。礼拜三我不太清楚那个比例是不是可以出院了？我们是练中风啥，然后别人到。所以如果他在医院的话，我们一起到基隆长庚11A 05C 报佳音。如果他要回来，我就去到他们的樟树2路300巷，312巷是吗？332巷吗？312巷11号2楼，华宇一家报佳音这样子，就是来帮助祝福。另外，这次请我们也求神来纪念kalipahagan dari Al-Hai karena rumahnya saling pembelum, saling mengenal, 谢谢进，也让小帮5点钟离亚赛比大家saling agak，那来
把它把你分给你这个让心灵首领中我们弟兄写信歌的进攻创造，所以就是来安慰会选举他很多事情要忙碌，因为求神他同在，带给他安慰他的这些。所以现在光环时刻在就是一个小组，就去一起来关心这位我们的姐妹。我们可以不用为贤信个人祷告，不用，他的灵魂已经来到阿爸父神这边，已经确定了。我们为他的姐妹和家庭祷告，就为他们在这个非常欢乐的时期，非常难过的时刻，我们就来纪念这个节日。上说报告，谢谢。有听到吗？好，平安，我这边再补充报告一次，礼拜4晚上我们妇女练歌跟联合诗班一起练歌，所以我们的时间都会冲突，所以8点整就是妇女来练歌，然后联合诗班是8点半以后，8点半以后，所以我们的时间都有衝突，所以請婦女都準時來到教會來一起練歌，還有禮拜6的時候是聯合詩班總彩排，所以那天聯合詩班也要準時，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好，以上平安。大家都能大好，禮拜6之後，聯合詩班還有婦女都要來教會來練習我們的詩歌。還有其他報告嗎？來，我們開始那個報告。那个，請新任上周新任的長職，等一下在那個會後的時候到台前，我們將拍一個團體照。OK， 謝謝。弟兄姐妹平安。等一下的话，我们那个弟兄啊，那个留下来，我们要预接那个下礼拜的那个我跳完，我知道等下我们再那个讨论一下。晚上你看然后弟兄那个平安。这个礼拜kita yang mataasay kemudian anak oleh walaupun tuko ayat kami bagay usai por right ita nanam to radio to kero out ima kaya binukay raw to pagkamadak ni kanal中午然后不要回去啊，上报告。感谢主，这个礼拜都非常的忙碌哈，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起立。谢谢耶和华，祝福你满满。